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济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找我们过年啊？哪有？臭油鸡，臭油鸡，我不来吃。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江苏。现代人可能罕得听到新妇仔甲红姨这两个古早时代的名词。新妇仔是歹命人家的查某囝，自细汉送予人做养女，大汉就嫁予这个人家的后生做新妇。红姨是有通灵能力的人，伫平埔族社会算是头人，有真悬的社会地位。一个歹命的新妇仔是安怎会变做使人敬重的红姨呢？今仔日爬远的故事广播剧第一集，咱们邀请空中好朋友到镇登去60年前的台湾农村，听一段田庄传奇故事：新妇仔变红姨。伴朋友去甲人灌订，照台湾例，穿一寡礼数，手指、砖摊，各有一个叉盒仔，内面底一支现金。朋友讲是聘金礼。即阵真侪人无咧收聘金，毋过礼数原在，先送去，日头才阁退回来。我真欣赏即种礼仪。这是现代人无甲嫁查某囝当作经济行为，阁会当维持传统文化上好的表现。古早伫偏远的时代，物资欠缺，生活困难，饲一个囡仔大汉爱开真济。查甫囡仔大汉会当留伫厝里斗趁，饲囝所开的费用算投资。查某囝大汉爱嫁去别人家，若无换一寡聘金回来，就加了含钱仔米的。有寡人根本无钱了甲查某囝饲甲大，就先甲送人做新妇仔，互未来大家官生饲。阮庄人出名的红姨惠啊，就是细汉分人做新妇仔的。惠啊因兜无比人较省偌济，怀得。逐口做拢共款共苦，是亏啊！因老爸毋甘输赢，想要加生几个后生，通好斗做事，生着查某囝嘛是无法度的。亏啊！因姨仔讲，查某囡仔伫厝里斗做的工课，是比查甫的较济呢。若无查某囝甲我斗骹手，我会做事。你查某人毋知轻重啦，敢若知影要顾厝内。伊会斗做厝人的工课，敢有才调落田去斗做事的？查甫人讲的这是话，老爸有别种挂路，要是甲亏啊分互别种经济较好的做新妇仔。迄年亏啊拄好8岁满。来，阿弟啊，行对遮来。
对方是好家庭，查甫才3岁尔，拄咧学行，步步就亏啊，甲爱甲骗。曾任年岁相当的囡仔伴，自动变念歌，笑伊讲：我爱翁轻轻松松，后日换翁抱抱，艰艰苦苦。迄阵的亏啊，也毋知翁仔某的意思，听人安尼甲笑，想讲应该毋是啥物好话。做人的新妇啊，讲较白咧，就是换3顿饱的查某长工。对方讲来，生活有较好过淡薄啊，嘛毋是外歹外恶的人。对拄本来的亏啊，要是先当做查某囝看待，有缘先带去学馆衫裤，反复亏啊，叫未来大家官阿母甲阿爸，准公日后甲房塞做堆，才免阁改喙。3岁查某囡仔就先当做小弟，互亏啊负责甲伊摇甲伊带。庄脚人搞袂使，厝边头加减会甲亏啊，这个新妇啊当做话题，回来回去。囡仔听到毋捌细事，才会变念歌笑伊，讲来嘛毋是有啥歹意。当时的庄脚所在，毋是介重教育，主要是一来学校离庄通常拢有较远，无介利便；二来庄脚做事上需要劳力，虽望是囡仔人，要是有因会当斗做的工课；三来受教育对庄脚的做事人无偌大的帮助，有读册无比别人较贤做事，连查某囡仔都真济无去入学啊。亏啊！即款出身善车家庭的查某囡仔人，就更加免讲。当然无机会通去学校读册。人本亏啊是要做新妇的，罕得听到有人专工分一个新妇啊来栽培读册，就是安尼。亏啊一世人毋捌字，毋过伊自细汉就各样各样，定定毋知甲谁咧讲话，边啊根本都无看到甲半个人。伊讲话表情阁真正经，问伊：亏啊，你是甲谁咧讲话？伊有时啊讲是青云人，有时讲迄个阿祖咧。啥阿祖？恁阿祖自你还未出世就过身啊？你也毋捌见过，哪有可能捌恁阿祖？啊无，你甲我讲恁阿祖生出安怎？问伊阿祖啥款生长体态，煞讲甲对同，庄人才喊起来，讲亏啊有阴阳目，会当看透阴阳界。这款通灵的人，各有各样的所在，喙及破格。人讲无影无一只，煞讲啊对，有预言的本能，对未来特别敏感。若互伊讲过的代志，拢特别像。人讲，声甲喙会使照人生囝，串讲串准，阁拢毋是啥物好康代。愈大汉，身边的怪事也愈多，厝里的人煞有寡惊伊。这也是因老爸今要甲亏啊，分人做新妇仔的缘故。拄来时，有当时啊，看亏啊无代志，蒙喙外口话讲：你要坐啦，请问要找啥人？厝里的人当做伊邀囡仔性，甲囡仔咧办高花啊，变耍笑的，互相甲当做俏谈。过一段时间，看伊个悠远安尼，才感觉有寡问题。代志经过3年。听人讲，附近来一个师傅，道行高深，真正是活佛迄款的。紧拜托人去搬请伊来。师傅真正宝相庄严，警察年岁较老，目睭无好，有一个徒弟引带伊来。师傅，请坐，请坐啦。阿弥陀佛。庄脚人介好闲。
听到高僧要来看亏啊，杂杂客伫门口埕，看师傅等大法。啊，毋着紧去叫亏啊出来。哦，好好好，我来去甲叫。亏啊，亏啊！亏啊，穿一身水衫出来见师傅，见面就笑。毋是囡仔的笑，是真正欢喜的笑容。这时，师傅看不啥话目睭，熊熊舔大蕊，射出光眉。斟酌上亏啊一困，才讲：这个囡仔毋是普通的囡仔，伊有缘，恁毋通来当做神父啊看待。主人听师傅安尼讲，紧应讲：若伊有缘，啊无，就对师傅去修行。伊毋是佛缘，嘛毋是人缘，总是有利益众生的利用啊！利益众生，阿弥陀佛，平静成果体。师傅顺行吼，师傅顺行。自师傅安尼讲了后，庄人就拢知影亏啊，毋是普通人。庄卡人本来就比人较信佛信命，听师傅讲亏啊，毋是有佛缘，嘛毋是人缘，安尼一定是有阴界缘，也就是通灵的人会当牵亡牵翁姨，就拢摕米钱来拜托亏啊。无论田园买卖，也是后生查某囝嫁娶，拢爱亏啊，请祖先出来问一下。亏啊，伫庄人煞为新妇啊变做翁姨。再来讲到新妇啊，拢是咧讲安怎互人苦毒。论真来讲，亏啊来到即号，并无遐歹命，带一个减伊5岁小弟，嘛毋是甲伊食假的工课，有是加减搁斗料理灶骹的代志，也是款精神啊，比伫家己的厝人较轻巧，无亲像人讲的新妇啊命安尼。亏啊，这个人有寡怪怪，伊对伊好甲歹也无啥计较。人问伊：你敢会新闻处想爸啊无啊？思念是生生的，爸母就是爸母，生的囥一边，养的较大天，拢共款是爸母。生做查某囡仔爱认命，加想是家己加艰苦的尔。反正我有办法，要看到啥，就有通看到啥。亏爷的名声愈来愈透，到伊20岁时，小弟也10外。厝人讲，会使互恁结房啊！恁爸日子已经定好，准备要互你甲面啊完婚。阿母，我甲阿明当做若像亲小弟咧，我袂当甲家己的小弟结婚。哈？佮再讲，我嘛知影家己毋是适合结婚的人。希望我永远是恁的查某囝，嘛是一个好大姊。免啊，会使安尼。亏啊！当时恁老爸甲你分互阮，就是要互阮做新妇啊！啊，阮饲你遮大汉啊！你即马煞要来反悔，免哪会用哩？讲罔讲，迄个时代要娶某无遐简单。亏啊，本地就是人的新妇啊，性地好，对小弟也就是未来细汉翁婿真体贴，厝人大细甲伊感情嘛真会投机。这款新妇要去倒位找？坚持亏啊，爱照当初的约束，
两人杀做对。亏啊，真知影家己是啥身份来，一时佮讲啥也无路用。佮讲，这边的爸母对伊温情较大天，佮这个小弟自细汉就是伊咧照顾的，无亏啊，嘛敢若袂使的款。阿爸阿母，恁敢会使答应我一件代志？无啥事的亏啊，敢若要求完婚迄天，希望由因亲生爸母来主婚。自亏啊本人做新妇仔到呾，亲生老母捌来偷看亏啊一摆，尾啊因老爸讲安尼毋好，当无要互伊过来。迄是亏啊10岁的代志，都也过10年啊，想袂到。细汉佮瘦的查某囝会变甲遐水，佮穿水当当的新娘衫。亏啊！你穿这领新娘衫，真正有水。老母欢喜甲流目屎，老爸嘛甲查某囝找。佳哉，今仔日有好结局，我才袂遐艰苦心。我并无怨啥人，今仔日是要甲厝里做一个会面尔。我永远拢会记着两边爸母的温情，我嘛一直拢真心问厝里的兄弟仔，想袂到，阁有共桌食饭的机会。亏啊，自来讲话就怪怪，两边爸母小看知影伊的性。也无问一个真，想讲呾都要完婚啊，有啥话后摆真有时间通讲咧。两边亲家亲母互相敬酒食道，拢啉甲醉醉，迄暝拢住伫亲家仔家。翻灯光早起。日头真悬啊，新娘也未起床。众人想讲要55岁安困，有较忝，都也无感觉有啥奇怪。到尾到，新郎起床，煞找无新娘。恁敢有看到亏啊？亏啊，毋是还咧困，敢无伫房间内？无啊，昨暝阿姐就叫我先困，讲要去陪亲生爸母一暝，就无过入来房间啊。哈？昨暝就无入来房间困？哎呀！众人才知影亏啊，逃走去啊！亏啊，先去南部，毋知啥物所在，觅一阵仔时间，才转去甲养爸母会师咧。你是安怎要逃走？我无论安怎，都袂使甲那小弟的结婚。我事先感应，这个婚姻会互厝里发生不幸，我才会逃走。好啦，当然就好啦。迄时代志过几年啊，厝内人拢原谅伊啊。佮亏啊讲会发生不幸，无人敢毋相信，就无佮追究这项代志。虽望是安尼，亏啊要是感觉家己违背约束，无做人的新妇，歹势佮带分庄，坚持搬去外乡，尾啊，就伫阮庄做红姨，一直到阿蒋接伊的工课。才去搬去别位啊，嘛是做收囝兼红姨。
今仔日的广播剧《新妇仔变红姨》是由陈明仁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扬唱片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大汉的ခေ啊林品君演出，细汉的ခေ啊陈安怡演出，阿母杨淑敏演出，阿爸郭仲坤演出，养爸林依婷演出，养母洪昭文演出，小弟罗定伟演出，大汉的小弟吴兆祥演出，囡仔群苏胜富、朱国立演出，庄民李永兰、林秋霞演出，师傅林瑞坤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万地。放花来卫生。今仔日来甲民人生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读册会4位代表，分别是林依婷、陈丽英、陈丽文，还佫有郭仲坤。所以去，咱就先来听因这4位读册会代表读这篇《新妇仔变红姨》的感想。大家好，我是高雄第一社大古吹台语社的林依婷副社长。规个故事36集，我是读者，拢甲读完啊。毋过我今仔日最大的感想是听众要拜托我问的问题。这个听众是阮老母，顶礼拜50节拄好是伊做88岁的生日，阮带伊去外地度假过暝，送伊礼物。其中一项就是这部有声册，伊一暝就甲6个故事拢听完。过转讲阮到厝，我问伊讲今年的生日有欢喜无？伊讲足欢喜，拢足介意，伊足有福气。其中伊上介意的是我送的这部册，互伊会当去听人讲故，讲伊少年时代的故事。明玲老师，我是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的陈丽英。我今仔日看这篇感想感觉讲，这可能就是老师有想要探讨这个女性主义的心理的一篇文章。规个读了我心情是真正足郁卒的。先呢，大家好，我叫郭仲坤，嘛是咱古吹台语社的成员。针对着新妇仔变红姨，咱过去算讲寒定啦，甲收聘金啦，这个风俗啊，互咱感觉真有保利迄个价值啦。伫八年代的新万行用钱来咧庆丁庆女嘛，无法度理解的心，就是讲，伫农业社会甲现代科技社会会无共的所在啦。伫咧迄个年代诶，查某人总是爱认命，随着父母诶安排，倒来拢无声无息啊。但是迄种伫咱近现代诶人士，我都去想象诶啊。这篇内底，我感觉先咧伫女性勇敢独立这个问题，使人真赞叹安尼。人生各位大家好我是迄个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的社员，我是李文。
今仔日我读这篇《新妇仔变红姨》吼，其实有一个真无共款的感想，就是因为咱知影较早的查某人是无命吼，所以一般敢若有查甫人咧退婚，查某人哪有可能会当退婚？吼，啊，毋过伫即个故事内底，就是讲伊是较早的年代，竟然伊有呆掉退婚了后，阁会当互伊的相平的厝内人拢无甲伊责备，啊，伊嘛会当阁继续阁过伊要爱的迄个就是生活。我感觉这若伫即马无啥物稀奇，毋过伫较早其实是一个算真互咱感觉讲较有可能会发生的代志。所摆我认为讲，其实有当时啊吼，咱讲命即件代志啊吼，伊有当时啊，毋是讲固定啊，你着无才调，互伊永远歹命。你只要若是有智慧去做一寡你感觉你真正需要做，你爱做诶，啊，毋过你愿意有迄个勇敢哦，去试诶，即个咱讲诶勇气，像即个故事内底花啊，伊感觉伊袂当去继续即个小弟，伊愿意行出去步，最后伊诶迄个人生是行出共足侪查某人是无共款诶。好，以上。好，感谢四位读册伴分享因的感想。上来去，咱请民人先生来回应。台湾有一个女性叫刘碧君，你敢捌听过？通灵少年较早迄个人，伊是个台湾第一个有野猪执照的人，又专业又自信。伊咱知影通灵的人，人想讲这个开也共款啊，伊有伊的本事啊，我会当看着啥？这刘碧君嘛是啊，伊也敢嘛出门放牛，要甲放牛啊，伊就惊着啊。你放牛啊，做做代理的啦吼。我感觉讲，这个时代吼，甲迄个时代有呼应安尼。好，感谢民医生哈。继续是咱 Q&A 时间，咱请读册伴来请教民医生的问题。我是读者，要替一个88岁的听众请教民医生的。这个听众是阮老母。我甲讲，这礼拜我要参加甲作者本人的读册会，阮会去录音做广播剧，阮要讨论这部册。阮老母讲，安尼我嘛真有福气。毋过伊交代我讲，着爱替伊问作者这两个问题，伊想要知影。伊这两个问题是讲，这部册36个故事足澎湃，写了有够精彩。到底是写偌久啊？伊想要知。过来就是这录音吼，伊一暝就听6个故事去啊。伊感觉这录音录了足有感情，制作嘛足水，逐项拢足好。伊想讲，伊一时就听完啊，毋知影人作者是录偌久吼，才录这36个故事录好势。以上。第一个问题吼，这个故事吼，这里面的故事其实我是一礼拜写一篇。迄阵吼。讲的话头长啦，逐项拢是往上帝的因素啦。南投有一个纸博物馆，树火纸博物馆，伊讲你遐要 DIY 互人做纸啦，叫我讲去遐写诗互人做纸。所以阮广播电台有一个负责人秘密，听我要念诗啦，听了讲叫我去因的电台上节目啦，伊迄算单位去制作节目啦。制作的时阵，头啊是凊彩讲啦，讲一个台语的代志啦，讲一个时我安尼讲无趣味吼。无咱我一礼拜写一篇故事，咱来讨论，念话你过毋捌来问我，洪知，我就一礼拜写一篇。到一段时间我是讲，咱安尼讲，我本事就足够呢。人乌粉面嘛，小说嘛是一个月一篇啦，我一礼拜就一篇。我讲你若问看觅有人要听，无人听咱莫做啊。伊就问讲你若要听，你寄回来，结果。明信片规大箱啦，拢迄拢几仔字啦，可能阿公阿妈听来讲，记得我要听安尼啦，继续做，其实拢做一个片啦，尾对这个人甲林文钦讲，这来做有声书啦。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做偌久啦，因为这有声书录音迄职业录音室啦，这套册拢总录1年，2个月出一集。
能够去执行。明玲老师，我是高雄第1社区大学鼓吹台语社的陈丽英。我即摆有一寡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吼，就是讲老师伊咧写作当中吼，拢会当看出讲伊拢徛伫女性的心理来写，伊比查某人更较了解查某人。我感觉吼足佩服伊的。我即摆有一个感觉，就是讲，这新妇仔吼，最后因的命运，即个是感觉伊较幸运，其他是毋是敢有像伊遮好的命运？吼，这第一个问题。台湾吼，本地是即个平埔是女性主义，我是平埔的后代，所以我对女性崇拜者。我学到女性，过来甲日本人汉人拢是男性，大男性主义，所以我作品无即个物件。因为我的责任就是要凸显女性。即马到即个时阵，我就感觉即个社会我安心啊。因为为了不去做攻击个拢女性啊，我就安心啊啦。我固定啊，你看我所有作品拢是女性主义，无人讲即点啦。我内面的拢女性较牛啦。我小说也好，啥物拢安尼啦。写我作品的论文，学术论文就有10几篇啦，无一直讲即点。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伫早期，谁那拢是抱查甫的咧做新妇啊？谁那无抱查甫的，嘛是毋是我若一种男性主义的存在？这是我的迄个问题。无啦，这我一个创作，我都毋是只写就是啦。我创作就是我上帝，我要讲啥按就啥。作家就是这个好处啊。社会有这个无这个就无存在啊。我若写大家拢知，就无意思啊。我写大家唔知，唔有意思。作家就是写人唔知，人写的话我就无写啦。我这足简单。针对着讲，迄当时的翁姨啊，通然的，互人的精神，互咱的感觉啊，是较神秘小可。我要请教先生讲，翁姨甲现代的预言家，你感觉倒一种较灵实？其实吼，你注意一段吼，这个当时新妇啊，看到迄个高精来的几段，伊看到伊就笑，毋是啥物笑。迄段就是对神甲不如无，甲对伊的对话，迄段是足重要、足精彩的。看你在无啥物看目睭都吃光糜，我这人毋是普通人袂知安怎。迄段你看你就知影答案啦。你若读迄段你就知影答案啦。翁姨是族群内面的一个头目啦。咱上尾的翁姨是咱台南有迄个山顶啦。迄上尾个啦，就是这庙当时翁姨做那族长咧啦，即个族个族长啦。我是条工，无爱照迄个规矩啦。伊讲伊是有能力安尼啦，伊讲有迄当然嘛差大个对无？讲有这能力，你若有能力有 power， 你才会当敢若化解嘛，对无？所以老师我是有感觉讲，你写其实是伊最后会惊到讲变做翁姨，伊是毋是？咧保护伊家己，伊用即种power来咧保护伊家己，就是安尼啊。迄读者会当各种想法啦，因为作者无权利限定读者的想法。就是多面想法才有意义啦。迄作品是读者的，毋是作者的啊。恁看了就是恁的啦。安尼接续较大的问题啦吼，因为我对即个翁姨伊的迄个能力嘛，吼，咱有讲迄个高精一来看到看啊，就讲这毋是普通人所以既然若毋是普通人，照你讲，伊嘛会当知影讲，伊的小弟尾伊会去娶啥物人？是终其尾，若要讲倒来，看啊嘛毋免得分先咱先的你无用伊的能力来甲伊的小弟来甲伊的养爸养母讲我袂当嫁互阮小弟是因为安那你伊会当搁娶着搁较好的某伊就免搁后壁母即出嘞我对这是较疑问，因为伊有能力人知影嘛，
但是生的你无写着安尼嘿。好，伫迄个时代是知识爬行的时代啦。你细你无读细学都袂啦，都用新过甲喊的就要听啦。迄个时代是知识无开发的时代，你个讲你拢无效。是，你要信无？啊，所以你若无新过甲喊无，因信心见怪。啊，所以你若要用这甲喊，达成目的恶达成啦。要讲你讲袂过啦。哦，所以你的铺排就是要用一个较激烈的手段。迄个时代任何人拢共款啦，你要用知识甲说服拢无可能啦。因为大家人无受教育啊。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民生，因为我咧写剧本的时阵吼，迄个愧啊是红字，啊咱一般人当面叫会安尼甲叫阿愧姐啊，还是讲叫啥物啊？会安尼叫，袂叫红字啦。叫愧啊，一般来讲爱看时机啦，看时代啦，到底汉化入来袂啊袂啦。人叫名无啥无礼貌，人名是要用叫的啦，名是要用叫的啊。你讲后叫我单人人也是要用叫的，啊你讲毋敢叫，迄款拢骗人的。人美国人叫老爸嘛叫名，甲老爸嘛名，咱朋友咧，所以名是要用叫的。全世界拢安尼啦，名都是要用叫的，毋是家己要用的，是要用叫的。啊，所以无啥物要就爱安怎叫你好礼貌，无这代志啦。叫名就好啊。系啊。啊，现在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吼，就是因为咱即马对红姨即个词的理解来讲，伊有迄个通灵的迄个能力。啊，毋过较拄仔照先的讲法，就是若以平步骤来讲，伊爱是一个头人头目，对吧？啊，你若以咱即马的现代，就是有诶会晓收囝啊，有诶会晓阴阳眼啊，吼。啊，这敢若是查某拢有来当叫红姨。啊，若查甫的要叫啥？你也知影，迄时阵查甫的无地位哦。迄个时阵红姨是族长哦。即个时阵查甫人是去互查某叫的呢，你根本就连讲话机会都无哦。你只摕来传宗接代尔啦。所以老师你就是安尼写出规个故事，啊，你感觉讲伊有能力还是无能力？你观众就是你读者，你家己去判断。作品就是安尼啊，你写的是我的啊，发表了就是读者的啊。啊，但是你写偌济问题有偌济答案，迄拢，我是咧讲我的动机尔，啊，但是无代表迄就是答案。当然你讲的红姨，我甲我讲红姨，甲社会讲红姨无共款。无共款。嘿，社会讲红姨毋是安尼啊，啊，我写的红姨是我有我的目的啊，特殊目的啊，互伊会当看透啥物，真诶假的，我嘛无讨论啦。到底是有影无影，我嘛无讨论啦。基本上吼，我是基督徒。我若啥物代志有一个起头，我记得起头，啊，落落去就交上帝啊。我若想到一个主题，我要讲啥？我这个主题一直爱是有路用的，对社会有路用，啊，佫无人讲的，啊，佫来就需要保留的。我若无讲，后摆会无去的。台湾咧，包括话语，迄个地方话语啦，都是话语啦，啊是讲地方的价值观。这是我的任务啦，因为我这年71岁啊，啊，我这年岁有经过的代志，啊，迄拢是台湾的农村的代志，要用台语写袂成啦，无用台语写袂使啦，啊，拄好一个我会晓写台语的人，上帝就是叫我才会晓捌袂嘛，啊，捌袂记了，我就叫我做在工课啊，啊，我就是要甲台湾人，这个伫我囡仔时代所听到的。也是我想到的，也是听人讲的物件。啊，你若干来写这个一个资料无效，迄个资料死的，我会甲编故事。好，为了这个目的去编故事。啊，编故事是作家、小说家的专长啦。啊，拢别插了啦，拢别插了啦，好巧的啦。加油添醋啊！吼。好，今仔日真感谢咱澎湖的故事作者陈明仁、明仁先生，甲咱鼓吹台语社4位读册会代表精彩交流。上尾，咱邀请国立成功大学台文系教授陈茂珍老师，为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
新妇仔变红姨这篇，互咱看到早期的台湾伫较封建的这种文化下底的一种女性，因为家境真歹，所以互人送去互人做查某囝、做新妇仔，大汉以后咧，就来嫁互迄家人的后生啊。所以伫这篇新妇仔变红姨内底，即个主角葵啊。咱会使看到，伊其实就是一个父权社会下底的女性的表现，所以伫内底咱会当看到足侪安尼的形容，比如讲查甫人讲的才是话，老爸甲葵啊，袂去互人的时阵呢，其实葵啊的妈妈是希望会使甲伊留落来身躯边斗3工，但是伫迄个时代，陈明仁的描写，咱看到家庭的发言权是以男性、以查甫人为主，所以这篇互咱看到安尼的背景，就是一个父权时代，所以葵啊，伊无法度掌握家己的命运，伊伫传统的这种观念下底，伊的地位甲伊的文明，拢毋是家己会当控制的。虽然是安尼，但是最后这篇故事的一个真特别的结局，就是这个无法度掌握文明的葵啊，伊尾也是逃走去。伊尾也逃走去，无要做新妇仔，无要嫁互即个比伊搁较细汉的即个翁婿。所以伫遮咱看到陈明仁互即个无法度掌握文明的新妇仔，尾啊掌握家己的命运，就是伊逃走去，展现一种女性的主体性。伊透过伊的行动来改变伊的命运。另外，伫遮咱知影逃走去的即个葵啊，伊尾啊是去做红姨。红姨是一个平埔社会，台湾早期平埔社会的真重要的角色。红姨，但是伫内底咧，咱嘛看到即种平埔社会甲汉文化的透蓝。因为伫内底有定定讲到庄脚人本地就比人较信佛信命，所以因有请即个师傅来看讲葵啊，敢是有即个佛缘，所以伫遮咱看到即种民间较我汉人中国式的即种汉人的信佛的即种观念，也是师傅的出现，拢已经进入到50年代的台湾的庄头，所以伫迄个时阵已经毋是一个纯粹的平埔社会，已经是平埔社会甲汉文化的即种透蓝。所以伫即个故事内底，咱就看到有平埔的形影，嘛有信佛信命的即种汉文化的形影，因互相的透蓝作用伫即个葵啊伊的身躯顶。所以这篇一个真特别的，就是互人当作新妇仔的葵啊，最后得走掌握家己命运的行动，佮有传统的这种平埔的文化，甲后来慢慢汉化这种汉文化的透蓝的表现。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这篇新妇仔变红姨故事内面有讲到，声甲喙会使照人生囝，也佮有生囥一边，养会较大天，这两句俗谚语。接落来，咱邀请咱台湾歌册协会前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说明这两句话的含义。声甲喙会使照人生囝吼，迄就是讲迄喙真声真准啊，讲声可能无一定挑好，就讲的话拢算真准。当然较早要生囝吼，生爷加酒芳，生书4片方嘛有人讲，6片方嘛有人讲。就是讲较早恶生，若是囡仔无好势，还是囡仔伤大，老母生囝死的嘛真侪。因为较早生囝无遐顺序。所以才会讲，声甲会当
少人生囝，少人生囝，当然意思毋是讲少，就是讲会当互人生囝啦，顺利生囝。因为我是残骨小朋友吼，所以就讲细汉的时，厝边头尾常常嘛咧甲我讲，说吼拨一边啦，因为公路较大天啦，日若是生囥一边啦，迄囥甲拨无啥共意思，囥是甲放大边拨是拨开的拨，请去边啦，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芳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厝台语社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专门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参总技术是解韵的故事，欢迎准时收听。敢会照到阮故乡的残垣。